有没有想要再多生一台？因为毕竟演唱会也算好消息嘛，好事成双。每天在打。好，我们先让春爷先来拍一张个人的 solo 照片，来，欢迎小春哥。没错，即将在2019年，也就是在12月7号的时候呢，在林口体育馆会盛大的举办他的 Stop Angry 的巡回演唱会。刚到，待会晚上走。今天到，今天就走。马上走。今天太想小孩，没办法在台湾多留一天了。其实明天我是有任务，明天我负责陪他睡，陪他。反正明天就我来。今天算是你要顾儿子的日子的。我要当值啊。当值哦，值班。值班。当然。所以接下来不会让他再。没有。就没有。没有，我没有，因为我基本上没有跟小孩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但是对我来讲，那个已经够了。够不够本来就不需要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年纪要读书啊，去学习啊，这个才是重点吧。你现在去装什么呢？而且我们也爸妈也在做这个行业，你如果也跟着走，如果人万一下不了台阶，那怎么办？小朋友所以不要了，还去读书啊。那成年之后，比如说儿子成年之后，会让他就是继续走演艺圈吗？走演艺圈这条路吗？啊，这太远的事情吧。我读书学校还在考虑在哪里读干嘛？他会排斥他走演艺圈吗？就是如果他成年了，会排斥？暂时你问我现在这个目前来讲，我是排斥，因为如果同性的话，同性就没有童年，没有童年就没有童年就没什么意，对啊。好，因为今天台湾传出很多人都怀孕有小孩，比如说什么歌手林宥嘉、什么王阳明啊，就是他们都有怀孕成功这样。那你刚就怀孕才结婚了，就是已经第二胎这样。然后我想说，你刚才台上对儿子好像小孩也很有兴趣这样，有没有想要再多生一台？因为毕竟演唱会也算好消息嘛，好事成双。每天在打。什么啦？我都是下去的耶。我每天在努力啦。每天在努力。就也想要再生第二胎，对不对？希望，因为的确是，他头4年那个时间，我真的没有好好在他身边陪他，从0岁到4岁，因为每天都去哪里工作，回来1-2天，他基本上常常有个男人回来家，你们这个谁，Daddy OK， 他就叫 Daddy， 以为是朋友叔叔而已，主要是所以慢慢就现在就有了一个，他叫我是 Daddy， 对。啊？想儿子还是女儿？如果你问我呢，我想再要一个儿子。